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务委员唐凤伊所设计疫苗预约系统平台，正式来公布着具体方案。第一批会当来注文的是第9类甲第10类的民众。第9类是18岁到64岁高风险，也即是重大伤病患者。那第10类是50岁到64岁民众。指挥中心讲，符合着资格民众会当到这个疫苗平台来预约时间甲地点去注射。今仔日明仔载2天，先伫咧澎湖、金门甲马祖来试办。那台湾本岛实施的时间按算伫咧7月13。免阁修正，免阁走到跋倒，政府同方设计疫苗注文系统平台要开试验。这有4大部分，包括登记注疫苗的意愿，1922简讯通知符合这个注文资格民众了后，咱乡亲才依照注文的时间甲地点去注意放射。是讲什么人会使登记？第9类18岁到64岁有高风险疾病、罕见疾病，还是重大伤病人，还有第10类50岁到64岁。第9类高风险的慢性病的病人是有纳进去那包括肥胖症糖尿病、高血压都有纳进去。那还有一些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不过这个主要是要在过去1年他有到这个医院，那主诊断是有这样的一个病史。若符合资格，就会使进入网站登记个人资料。上较要紧的就是要登记讲，你想要注倒一个牌子的预防针。每一周呢，同一个品牌的疫苗来做注射的规划，就是说这一周是打 A 粒，下一周是打 Moderna。若想条件拢会合，而且你要注的牌子数量拢有，安尼就会收到简讯。你就会使上网络到1922网站，也是用健保卡易通，买使摕健保卡到超商邮局卫生所去插卡注文，选你方便时间甲地点。只要您是在9类、10类的定义里面，那你就可以来登记。我们目前名单只排除打完2剂的，所以你的第2剂的意愿也可以来这边表达。那假设你第1剂是接种某个疫苗，你在这边表达意愿说你2个都可以接受，或者甚至你只接受混打，那这个就要看我们指挥中心要不要开放来尊重你的意愿了。这个疫苗注文的平台，今日到明仔载金马澎湖先试办，全国要推行上紧到7月13才有机会。目前确诊的人数有慢慢减少，注疫苗人愈来愈多。3级的警戒封锁到底会使放松到倒一个限度？目前指挥中心也伫讨论，像讲餐饮啦、电影院等等场所，外界有建议讲有核酸检验阴性证明的人，就会使入去。指挥中心认为讲，爱大家提出这个证明有困难，所以讲这个场所想要开放，恐惊袂遐简单。